两位美男子画像在展间门口迎接，引导大众观看男性之美。ACG 在美术馆中并不稀奇，但以男人之恋做主轴的可是头一回。策展团队前往日本拜访出版社，与创作者会面，借展多件珍贵原稿。通常大家看到这些就是 ACG 的作品，都已经是它的成品。那可能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就是不是在原本的纸上，或者是他们可能是采用电绘的方式，所以已经是一些很精致完稿的状态。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有去找到一些视觉艺术，就是他们是以绘画为主的创作者，他们就是选了 BL 这个主题，因为他们也有受到一些漫画这样子的影响。Boys Love BL 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常以理想美型样貌呈现。展览从1970年代少女漫画中率先出现的少年爱题材出发，带领大家探索 BL 如何从小众题材发展成独立类别。BL 呢，它其实主要还是针对女性，那它其实大部分的创作者也是女性，那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比较在架空的世界观中，世界观里面发生的这种就是男子与男子之间的恋爱关系，那跟实际上的同志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落差，就是他们可能会免除掉很多这种就是关于现实社会中他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境，或是实际上的一些难题。除了纸本的描绘，其他创作者也以动画、游戏等多元媒材呈现男性之美和男子之间的情感关系。现场还有透过画面细节暗示的想象空间，让观者做有趣的互动。记者杨生怀谈的报道。